的路步，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，甘心做工，亲像甲主做，毋是甲人做。因为知无论做路步，也是自由的，逐人所行啥物好，要对主来受倒转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本堂小会议长蔡兴生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上帝所欢喜的服侍。上帝所欢喜的服侍。今仔日就是召开这个临时会员好会，要来解选咱新任的长老甲执事。所以咱的确礼拜三咱继续用祈祷的心会当来选出合乎上帝心意，会每一个同工来参与伫迦南教会的起造甲事奉。所以咱又来个宣告一摆我的牧师来定定甲咱讲，一切拢会真顺利，祈祷就会当来，一切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啊，阮是你所听的囝子，阮拢是你所拣选的百姓，通过你的话，搁一摆开阮属灵的眼光，来看透上帝你奥妙的真理，也互阮会当谦卑来学习你所教示阮的一切，照安尼去行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来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耶稣伫世间3年外的时间，伊做3大的事工，对无？第一就是传道理，就是传福音，传讲上帝个福音。第二项就是不断地做门徒的训练，教导伊学生，教导侪人。第三就是伊医病赶鬼，通过上帝予伊做这款病，来印证伊所传的福音。所以我看见主耶稣，伊遍行逐个城市、逐个乡村、逐所在，伫传讲真理、伫宣扬上帝国福音的时阵，常时伊医治逐种的病痛，互人毋但伫肉体甲心神两者软弱的人、病痛的人，拢得到医好。较要紧，我看见主耶稣，因为看见侪人失丧、困苦流离，侪人亲像羊仔无牧者共款。耶稣的心生出怜悯甲慈悲的疼痛，所以马太福音第9章37节到38节，主耶稣就甲伊学生讲：通修行的是罪啊，做工的是少。所以你着求园主逼工去甲因修行啊。咱搁一摆甲边的人讲，修行的是多，做工的是少。有影稻啊已经熟悉啊，但是欠工人的。主的心得着急，我嘛足期待。咱的教会是真多，人人拢愿意侍奉的教会。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得到最稳定甲温顺。过去的年日，通过最的造就甲栽培，咱伫教会内面，沿讲有最上帝所欢喜的人伫遮来参加参与。无论对至微细的伫厨房，我定定看见我实在是足感谢上帝。教会有遮尔多点点伫遐伫替咱服务的人看见教会遮插花，遮参与伫献歌队、学乐、敬拜诗班的人。我想咱伫教会内面有最机会，互咱来参与。但我要恳求上帝帮助咱，毋是面对困难，也是面对挑战的时阵，咱选择来投降。
无愿意服侍。我想，咱嘛毋是一个敢若嘴有讲，但是可无法度做的人。毋是道理甲意见比别人较多，但是有侪借口讲我无法度服侍啦。我相信过去的年日内面，的确一定有人捌参与过无共款的服侍，但是又看见家己的软正软弱，甚至你看到别人的缺点、别人的问题，也是你有侪其他因素，也是伫服侍过程。咱无真好的沟通，所以你受到伤害甲挫折。至到你伫服侍顶悬，你产生惊吓，互你丢丢，你无愿意过来投入。另外，嘛有可能有一寡人是因为服侍感觉这个效果无真好势，至到你灰心累志，你无愿意过一摆来伫服侍顶悬着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服侍确实是一条真无简单、真无容易的道路，真正真辛苦，并且你需要付出真多代价。不过我又愿要来甲大家鼓励，服侍嘛是上帝予咱的祝福，是充满喜乐甲稳定的一条路。愿上帝通过圣经的话，亲自来教导咱，帮助咱知影安怎来服侍，互咱会当哪服侍哪甘甜，愈服侍愈喜乐。毋通掠做，咱行这条服侍道路，你头前就拢一切拢无问题，一帆风顺啊。其实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服侍的确就爱你家己批判你的心，也恳求上帝，互你便便伫遮，讲主啊，我伫遮，通找我，通找我。我恳求上帝伫无共款的层面顶悬来帮助咱，互咱搁一摆知影上帝所欢喜服侍有甚物。第一项，就是咱要有服侍意向甲目标。甲别人讲意向甲目标。若无清楚意向，百姓就放肆，人就无法度有一个真清楚的方向。所以你得该清楚家己的呼召，清楚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的教会未来要安怎来行，安怎来互上帝兴起咱的教会。第二，爱领受服侍能力甲权柄。你讲能力甲权柄。毋是你有甚物才调，是上帝特别拣选你。第三，服侍结果是平安喜乐的。你讲平安喜乐的服侍。我拄仔讲，服侍过程可能有缘你拄着困难，你可能真正感觉这真着磨，你嘛会受到侪批评甲论断。咱台湾话毋是讲做甲老官个安那？嫌较老烂有可能啦，但是这要看你的回应是安怎啦。但是我要搁一摆鼓励，那毋免惊，嘛毋通惊，你着刚强壮大，你爱相信上帝的确要看顾你。吞忍到落尾，毋若得救哦，上帝嘛要成就啊。第四项，对服侍的献心，咱讲委身、献心。一方面，你要知影，你做上帝萝卜是偌尼荣耀的积分啊。另外一方面，你搁较爱有一种叫做受苦的心志。你愿意看无家己，放下你家己。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做工，毋是为着要成就你家己啦。你要伫上帝国度内面三甲有份啊！你是为着要来荣光上帝，为着要来利益关心别人，
所以，咱要互上帝所欢喜的服侍，有几个关键啊。第一项，咱做伙讲，有谦卑顺服的态度。下一页，有谦卑顺服的态度。你知影顺服，就是有谦卑的心。一个谦卑顺服的人，伊毋是你看，伫什么时阵，伫什么所在，用什么款的方法，嘛毋是你问讲上帝，你要安怎使用我？其实当上帝呼召一个人做伊的器具较路用的时阵，伊就是将家己摆列伫上帝面前啊，便便来将做上帝合用的器具，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啊！要来做上帝要做的工啦，毋是做你家己的工呢。这款的人，要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成做一个真正自由。伊袂感觉伊足束缚，伊感觉伊安尼苛刻啊！求上帝搁一摆帮助咱伫迦南教会，伫遮咱的侍奉是满有上帝听甲稳定伫即个内面的啊！你搁想看卖咧？你是毋是愿意选择将家己献伫上帝面前，成做伊的奴仆嘛？你知影对奴仆来讲，毋管主人甲伊讲你爱做甚物，做奴仆的人就是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啦。主人讲甚物，我就听甚物，我就做甚物。毋是你来甲主人讲，你应该安怎做的，毋通颠倒摆。亲像今仔咱所读《以弗所书》第6章第50到第70，甲咱讲的，保罗安尼讲，讲你做奴仆的，恁着惊吓袅袅抓，用诚实的心顺探照肉体做恁的主人的，亲像在顺探耶稣基督，毋通简单伫目睭前温存，亲像要处互人欢喜的，就是着亲像来做基督的奴仆，用诚实的心来行伫上帝旨意，甘心做工，亲像伫甲主做，毋是伫甲人做啦。阿妹吗？甲边人搁一摆讲，咱是甲主做，毋是甲人做。那是安尼，咱搁较着爱克服，爱赢过。迄个我本身内边，用我家己、用我自我做中心的迄种的想法，并且爱放杀迄个我原本内面迄个悖逆的、迄个咱讲悖逆的、迄个要家己行家己的路，迄种的念头甲本性。安尼，你才会当成做一个非常蒙恩、得着福气的基督徒。这嘛是咱真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功课。咱来看以色列伫旧约内面，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。我看见为什么后来成做一个悲剧的人物、悲剧的一个人物啦？因为伫伊的生中间，伊原本是有上帝的计划甲命定的。伊是有上帝呼召甲祝福的，伊有真侪应允已经伫伊的心中拢已经实现啊啦。总是，伊面对伊家己有真美好的前途，有上帝伫伊头前所带领的路顶缘，后来伊却失去这一切啊！因为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并无真正顺服上帝。同款，咱做蒙恩的罪人，咱拢是蒙恩的罪人啊！咱有做基督徒，咱的嘴讲我听上帝，但是咱敢有真正听？你敢有因为爱一个人爱甲感觉足听？你有爱上帝，因为要来亲近上帝，感觉你愿意牺牲？还是你根本就是干那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你设想啊？
将家己拢摆伫头前，上帝拢摆伫后壁看。啊，是讲你敢若想要利用上帝，互你得到福气呢？兄弟姊妹，若是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却唔肯顺服，唔愿意吃苦，嘛唔愿意行这条下的路，真歪个细条的路甲门。咱要来当敢若想要讲主啊，你祝福我，互我稳定满满。但是我啥物拢无要付出，我唔肯付代价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伊肯谦卑顺服，伫上帝目睭内看做是偌尼宝贵、何等的宝贝的一个奉献。所以我讲扫罗王，伊无顺服上帝，伊袂当耐心来听候上帝。伊应该伫迄个时阵爱听候7天，爱听候撒母耳来献祭。总是扫罗王，伊看到百姓因等袂赴，啊渐渐地离开的时阵，伊嘛等袂落去啊，所以家己做决定，伊无听上帝的指示，伊家己走去献这个祭。所以，因明明知影上帝禁止伊安尼做，但是他明知故犯啊。咱做基督徒的啦，顺服就是你知影就照安尼去做，毋是照家己的意思去做。结果当扫罗王伊献祭了后，咱看见伫撒母耳书记的上卷15章第22节啦。伫遮我看见撒母耳倒转来的时阵，伊看见扫罗所做一切，伊就讲一句话啊。我看这句话嘛，值得咱每一个人来深思啦，来反省。伊安尼讲，耶和华欢喜烧祭的祭司，耶和华欢喜烧祭的祭司。真的，神喜悦我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啊。但是兼亲像欢喜人尊叹耶和华的话嘛，兼亲像。这句话就是讲，这句话就讲，咱耶和华伊欢喜咱有献祭的生活，但是伊搁较要紧的，敢会当亲像欢喜人听叹耶和华的话遐尼大吗？兄弟姊妹，这句话第一句，耶和华欢喜人献烧祭的祭司，但是敢会当比得人来尊叹耶和华的话搁较大吗？所以咱爱深深来思考这句话啊！所以后壁这句话讲，看，听叹赢过献祭，咱做伙宣告来，听叹赢过献祭，听叹赢过公羊的油，对无？羊公的油，羊公公羊，羊公的油啊！感谢上帝啊！这只撒母耳甲咱讲，听叹就是听过去行，叫做听叹。遵行，听从胜于献祭，听命胜过献公羊的油脂。所以上帝所欢喜的，上帝所旨意的，不是你会当予伊什么啦，不是我有什么来予你啦，不是讲我想要做什么啦。上帝所看重的，是你这个人本身啦。上帝所看的是你的心。甲你愿意献伫主面前的你的本身啊，阿们吗？甲扫罗王颠倒摆的这个例，就是大卫第二个君王。咱看大卫是安怎伫专心致意顺服伫主。当上帝差派撒母耳来到伯利恒，就是。大卫的老爸叫做亚西，伊的家庭中间，上帝亲自对撒母耳讲：“我要来准备，对因兜的囝儿中间选出一位来做未来以色列的君王。”迄当时大卫也伫旷野伫顾羊啊，伊伫遐尽心尽力伫做工，甚至
可能别人拢无注意，甚至家己的老爸嘛袂记你这个细囝伫遐咧做啥物啦。所以当这个囝儿对大汉的一直排斥的，人拢排出来，互撒母耳，伊对伊头前经过，上帝讲：哇，虽然这拢真大汉，啊，面貌嘛真缘投，哇，真好，才情嘛有够。哎，毋是咧。所以撒母耳就甲这个亚西问讲：你的囝儿拢伫遮吗？哦，伊才想到讲无诶，还佫有一个上细汉的伫外面伫过样啊。撒母耳就甲亚西讲：你派人去甲伊带倒转来，因为伫遐未倒转来以前，阮绝对无三角坐倒来啉食啦。所以你看见，对遮咱知影，大笔伊受到老爸交代，受到家己爱做的代志，伊尽伊的本分；受交办的代志，伊尽忠去做。这都是上帝所看重的啦。是一个合伫上帝心意的人啦。对信仰来看嘛，同款。耶稣伫要来受苦，要来顶十字架以前，伊搁一摆来到伫马达马利亚因的家庭内面，这是一个伊所听的家庭。伫遐因拢每一摆都是温困伫接待耶稣。这个姐姐马代笑着伊的双手，像温困做工来表达伊对主耶稣的疼。这无毋对啊！真可惜的是，伊哪做哪埋怨安尼啊！伊的嘴可能细细念啦。啊，这小妹玛利亚，啊，你安尼干那，安尼坐伫耶稣遐听，啊，你也无爱来斗三工，就可能伫伊的嘴内底就批评这个小妹啊，拢无斗帮忙啊。所以圣经描写，这个马代啊，定定为着做事操烦呐。操心呐，规个心真忙乱，真无用气查，拢无法度安静啊。总是这个玛利亚，我相信因熟悉耶稣毋是一工了呢。过去一定为耶稣做真侪工，甚至一定嘛捌伫厨房帮忙过。但为什么这个时阵，这个玛利亚愿意来到伫耶稣的脚前，甚至上伊上珍贵的拿得香油，这个香膏规个拍破来献给耶稣。因玛利亚定定地聆听主的声音呐，伊定定地听主伫讲什么，所以伊也真知影耶稣特别为着世间人来放杀伊的性命，要行十字架道路。所以玛利亚有听入去，伊愿意把握最后的机会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甚至将伊上宝贵的这香油给拍破，愿意用谦卑的行动来献给主，来顺探主啊！所以主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思考，什么是上水上好、上帝所欢喜的福事呢？就是咱的大先先想到上帝呼召咱成做伊的囝儿，爱咱做伊的门徒。就是爱咱甲主同行，甲主同工，会当参与伫甲伊的事奉的内面啊。所以愿咱每一个兄弟会当谦卑顺服，甚至你会当把握任何一摆机会，会当将你的温数、将你的能力、将你的金钱，会当献伫主的面前啊。真正的。顺服是一件真美好的代志，因为当咱知影要安怎顺服的时阵，你要得到福气啊！咱搁一摆宣告讲，顺服的背后是疼，来，真的顺服的背后是爱。你愿意顺服，是因为你体验到、你经验到上帝的疼，因为上帝疼咱，所以要求咱顺服，只有咱安尼做。会当免除最危险甲苦难啊！咱是毋是愿意完全顺服，佮信靠这位全能无私，也完全有着咱利益来设想的上帝嘛？当咱完全听叹上帝的话，专心仰望伊的时阵，安尼就是咱真正谦卑顺服的开始啊！阿们。
第二项来分享就是讲，先栽种才有修行。来，先栽种才有修行，要先栽种，你才有收获。咱这个社会啊，实在是人愈来愈功利主义，愈来愈现实。因为人拢用个人来想，个人主义，我家己好就好啊，插的。所以社会问题愈来愈多，就是安尼。但是咱的基督徒，你嘛同款，用这套的标准，你就讲成败论英雄啦。你敢若看讲有效无效，有路用无路用来论伊是毋是英雄啦？若是安尼来看伊，看人。伫教会服侍，所以安尼，咱就会容易出侪困难甲问题，甚至对咱看袂到的效果。讲即种服侍拢无路用啊，免做啦，咱免做遮个。甚至对别人服侍，咱常常用负面的眼光、甲角度去甲看，去甲批评的时阵，安尼，咱的服侍中间都侪会冲突咯，甚至咱服侍。会产生偏差的态度，结果服侍无过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付出，无过是对上帝呼召来做决定的，是完全用人的介意、人的欢喜、人家己看的结果来做决定的。所以有真侪事工，特别起造教会的意向，这计划。咱无法度去落实，因为无有愿意参与的人去主导这项，去完全来做这个亚种的工作啦，栽种的工作，所以教会都亏损啦。所以咱来先栽种，才有修行啦。咱来看圣经内面安怎教导咱这项啦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40甲第60安尼讲。保罗讲，因为这个讲，我是属保罗的；迄个讲，我是属阿波罗的。那安尼，人家毋是拢伫趁人的意思嘛？咱拢无伫听讲上帝讲什么，你嘛无感觉你是完全归属的上帝啊？所以阿波罗是什么？保罗是什么？是恁所对因来信的采用啦呢，教主所修述达人的。所以下面保罗甲咱讲，我栽种，阿波罗压水，独上帝予伊大长啊。栽种的是保罗，浇灌的是亚波罗，但是让他生长成长大的是上帝。嘛，咱的教会嘛共款，迦南教会咱无分派，无分什么啊？咱拢是属伫耶稣的，阿妹嘛。咱拢伫即个老尼甲米的迦南地啊，阿妹。旧约内面，咱看见哪啊？伊无顺服上帝过，所以上帝后来嘛调伊，对吧？有侪方法才可以完全来顺服啊！旧约有一个人叫做约拿，伊是义人，伫迄个背逆黑暗坠落的世代内底，上帝特别呼召伊来甲上帝同行，伊凡事拢照上帝意思去行。讲你来做大船，造方舟，甲伊甲安怎做？爱分3站，长偌济，宽偌济，反对你安怎讲，伊就安怎做，无照家己的意思。甚至主啊讲，的确有审判要到，了后有毁灭的风雨会来，所以伊嘛传上帝审判甲拯救的信息。迄个时阵啊600岁啊。伊做这只船120年啊，咱用现在来讲1/10就好啊。你若活60岁来做这只船，120年甲计12年，你久长伫遮付出12年的时间。但是你看最后，圣经讲，
甲拿一个8个人啦，入去大船内面得救啊！我甲你讲，你搁一摆，你若照现在经济的观点，照成本的理论哦，我甲你讲，这种传福音的效果好啊歹，你会感觉真歹真差啦。哦，付遮侪时间甲代价，结果得到8个人啦尔。但我甲你讲，拿阿所做的代志，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哦，上帝极大欢喜啊！所以家人知影，福塞上重要是你有清楚上帝调命无？你有尽力要完成伊交代咱的使命甲职责无？若是结果，咱拢交给上帝啊！若是要颁奖，要来甲你奖励，迄嘛是上帝。互咱的颁奖才是上重要的，对无？阿妹吗？第3点，咱做伙讲，应神益人的心志，就是咱有应跟上帝利益别人的心愿呐。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47节，主耶稣安尼讲：什么人是真中有智慧的奴仆啊？主人所设立的来管理伊家内的人。通照时分米粮予因啊！主人来拄着伊安尼行，迄个奴仆是有福气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要设立伊来管伊一切所有的。兄弟姊妹，你有看无？这个人是什么款的人？是可靠的，是尽忠的，是有智慧的啦。伫小事来尽忠的。主讲大项事拢要交伊，伊后壁讲，所有我一切的，我所有的产业，我所有一切拢来互伊来管理啊！我热烈希望咱迦南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真做愿意互人的人啊，施比受更有福啊！愿意将你家己来互上帝、互人的迄个人啊，毋是甲人摕。毋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你，迄个人啊，咱会当来将一切阳光来归予上帝，莫归予家己啦。互咱会当真正来关心咱四周的人。咱嘛免咧小会员甲所有的中级同工啊，其实咱来互相真相听，毋是表面的哦。咱会真知咱彼此的生活，咱了解咱家己的光景。咱会当拍开咱的心，坦然来三甲斗阵，三甲做工，三甲欢喜，三甲笑，三甲流目屎的人，阿妹嘛？迦南教会应该是一个更较有上帝怜悯甲疼痛的教会。才有讲一句讲，照时来分米粮啊！毋是干那讲，这个时代有侪需要人，咱需要来帮衬因安尼啦。其实，这个米粮更较要紧是，咱的教会是会当将上帝属灵的话、属灵的米粮，会当分予人的人啊，的教会啊。主伫超找这款的人来服侍伊啊，就是我讲尽忠、可靠、够有智慧、有才华的人，过来较要紧是负责任的人来做伊的奴仆啦。到底咱要对什么人来尽忠啊？咱甲边讲，对主人尽忠啊。所以你要对主尽忠啊。啊，你对什么人得到智慧？对什么人来负责任呢？你要做一个什么款的奴仆呢？我跟你讲，迄个对什么人来？我跟你讲，迄嘛是对主人啦。所以你的智慧是对上帝来。你嘛是对上帝来负责任嘛？阿免。所以一个蒙上帝欢喜的服侍，就是要对一个应跟上帝利益别人的这种的心志来开始啊。咱拢知影布道家 Billy Graham， 甲你汉牧师，即马97岁啊。你知影伊受访问的时阵？就问伊一个问题，讲你上界大的心愿是甚么？你这世人上大的心愿是甚么？伊回答：当我见主的面的迄天，主甲我讲，你是好佮尽忠的奴仆。
就是伊一生上大的心愿。甲你和牧师投入伫福音事工的报道内面，伊的脚迹到伫全世界180几个国家内面，超过2亿以上的人捌听过伊的讲道甲报道。你知伊晚年人到年老的时阵，身躯卖衰弱啊，伊得到射护腺癌啊、帕金森的这个病痛，后来伊的骨盘跋倒搁骨折。爱用个辅助器才当行路。到2005年6月，10年前，伊伫纽约，对伊86岁时阵，是最后一届报道会。伫迄个纽约迄个报道会内面，拢总来几万人啊，差不多8万人坐伫内底听伊的讲道。伫迄15分钟的讲道内面，伊搁一摆邀请大家来接受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改变咱生命、永远咱一生上重要，包括咱的现在到未来，拢伫耶稣基督的手内啦。阿们嘛。选择耶稣是咱一世人上正确的决定啊！所以你乃当服侍耶稣，嘛是你一世人上大的荣光啊！所以咱若看到一个互上帝动用的萝卜，就是只有想要荣光上帝甲利益别人。这就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最后一项，咱做讲，我靠圣神的溃烂。当你若活伫顺服的中间，上帝就互你有清楚的呼召。当你开始要做工，上帝就通过圣神的溃烂、圣神的温书，互你有才调去服侍啊。毋是你有偌熬，因为你是你做上帝的工，毋是你做地面上做人的工啊。既然你决定来献身予主用，上帝要帮助你，你莫惊。每一个上帝用过的人，拢知影，伫伊服侍的过程是上帝家己咧带伊啊。所以咱毋通靠家己，毋通靠肉体，爱靠圣神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，咱看。安尼记载讲，独独圣神临到的时阵，你要得到才能，搁要伫耶路撒冷骗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要来做我的见证，就是做我的见证。咱看见，当耶稣将大使命来交代这学生的时阵，并无叫因讲哦，恁念笔，恁随时就出去做工，无。主耶稣交代，恁就伫耶路撒冷来听候，而且。有圣神要充满恁，所以耶稣爱因伫遮听候，要得到溃烂了后才来做工嘛。所以咱要得到服侍溃烂，要得到上帝的同在啊。所以嘛，咱共款，咱每一个礼拜来到伫教会，咱伫遮三个同心合意来敬拜上帝。你较无上帝话，较无上帝灵充满伫你。所以，咱嘛共款，咱来活靠圣神的溃烂，互咱得到服侍的能力啊！咱会当做伙为主来做见证。那呢？咱要伫什么所在呢？拄则圣经讲，爱伫耶路撒冷啦。耶路撒冷就是咱这个规个桃园的市区啦。咱桃园市嘛真大呢吼，我看即马桃园市真宽。毋是干那伫即个中华路遮吼，伫这边仔遮尔吼，咱袂使干那伫即个边仔伫车头遮，啊，无够。迦南教会爱诚做规个桃园市的光，阿妹吗？爱对耶路撒冷，这就是咱的宣教区啊。这桃园市区拢是上帝交代咱爱做的所在。渐渐出来到伫犹太全地，犹太全地伫对，咱先过做桃园市啊。是大桃园市苑辖市哦，就是原本边有足侪乡村乡镇哦，其他辖市，这嘛就是咱的犹太全地啊。了后你还去到撒玛利亚，代表到伫全台湾啊，是台湾还佫有94%的人也未信耶稣啊。最后上帝差派你到伫地极，到伫世界各所在做海外有机会伫国外。伫普世做宣告啊！
即马咱有真侪亲人住伫国外，住伫中国，住伫东南亚，住伫足侪所在啊。你嘛足侪机会会当去到伫迄个所在，不管是第二、第二，你拢有机会将福音传出去啊。耶稣无讲啊，某物人啊，你伫遮就好；啊，有一寡人啊，你靠伫迄个所在就好。毋是啊，耶稣是爱咱每一个人。特别这段文，希腊文你讲的是每一个人拢应该做耶稣基督的干净。这个宣告传福音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代志，服侍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每一个人的代志。所以你袂当讲哦，牧师，你讲迄不是我哦，吼，迄是伊哦，吼。咱袂使安尼讲，咱爱甲讲，甲别人讲，就是你甲我拢爱做来。毋是别人，是我家己，是上帝伫呼召我。你着来领受上帝互你对顶面来开力，有圣神的充满，你会当成做耶稣的见证者。对遮开始，对咱迦南教会开始，往外面渐渐往外来扩展，出去传福音，直到天涯海角，到伫逐所在。直到咱会当见耶稣基督的面为止，阿妹吗？有人问我讲，牧师啊，你是要传福音，是要传到当时啦？我讲传到耶稣过来，传到你见耶稣的面嘛，阿妹啊。但是必须呼召了后，看见撒母耳就用油啊，橄榄油，对个头壳给浇灌下去，给抹油啊。这代表什么？油代表圣神啊。圣神的温膏甲开来啉在你的心中。撒母耳上卷16章的13节安尼记载啦，讲对迄日开始，耶和华的灵大大临到大笔，上帝的圣神大大充满伫这个人的心中。我相信兄弟姊妹，当你愿意和上帝来使用的时阵，上帝的圣神嘛大大临到伫你啊，阿们哦。其实对洗礼顶头前迄天开始，圣神已经伫你的心中，等伊那挂保证，甲你做印记啊。上帝话，上帝心啊，定定感动你啊。今仔日共款，圣神犹原要做工伫你的心中啦。伊爱你改变，伊爱你突破。你袂当佫讲哦，我无爱啦，啊，我袂当啦。啊，我无够压啦！袂使安尼讲，你讲主啊，在我不能的，在你凡事都能啊，阿妹吗？是我袂当，但是你会当，所以我还靠你来变做会当，阿妹吗？毋茫以后，伫咱的教会无够拒绝顺服上帝人啊！无论做甚物工，只要有机会，你讲主啊，你改变我，你予我因为你。来改变甲成长，互我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啦，阿妹妈，我家己得到福气，我嘛要互我边仔人拢得到福气啊！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啦。今仔是上帝来找着你呢，是上帝捌你，上帝知影你呢，是上帝特别照顾你呢，是上帝伫呼召你呢，兄弟姊妹，是圣神要充满开来伫你的心中呢。我所敬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阁讲一摆，上帝若差派你有任务，上帝若互你有一个使命感，伊的确要将伊的开来赏赐互你，无伫惊，无伫论，刚强壮大，亲像约书亚共款，脚踏出去，这就是迦南地啦，阿妹妈。我恳求上帝圣神充满伫咱迦南教会，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充满伫伊所呼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来完成伊托付你所有一切工作。最后我要讲，望上帝欢喜的事奉，都是一个愿意甲上帝三同行、三同工，迄个甲上帝的亲密关系的开始。一个欢喜亲近上帝的人，体贴上帝心意的人，拢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互咱用谦卑顺服的态度。将咱的生命献伫主的面前，互主来用。你甲咱问讲，
只问耕耘，不要问收获啦。咱较要紧的是这个过程啊，唔是迄个结果。你干那爱问讲主啊，我会当为你来做什么？你莫问讲别人要替我做什么？咱存着阳光上帝利益正人的心志，靠着圣神的气来服侍。我甲你讲，你一定会得到真大的福气甲突破。我真心不管结果是安怎，咱拢要来领受上帝对顶面来的赏赐，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。现在咱第50周年，下晡咱嘛看咱所有的政治加强教会伫遮诚做升格同会，嘛有第一任牧师要伫遮来按立对团队做牧师来就任第一任的牧师。我相信上帝只予咱一个心志。10月份是一个足特别的月，对无？因为咱的教会伫月底，咱要迎至50周年，这是一个喜年，一个大欢喜的年。头前所查的标继续跑走的时阵，咱只有一个心志，讲主啊，互我诚做起造教会兴旺福音的人，我伫遮来找我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俄罗你。主啊，阮迦南教会是一个有处理稳定满满、有你福气充满的教会，因为这是一个老年甲灭的地。恳求你，搁一摆来激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呢，无倒退，互阮勇敢向前，三甲同行，三甲跑走。阮相信上帝伫未来要大大的兴起这间教会，将做一个大桃园地区的一拍光灯，来荣光你。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